自2025年8月22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善意对换恶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記》下卷第10章第1节到1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記》下卷第10章。后来，阿文人的王那哈死，伊的囝哈伦刷着伊做王。大卫讲：我要好款待哈伦，亲像伊的老爸那哈好款待我安尼。大卫因为哈伦的老爸死，就派人臣去慰问。大卫的人臣到阿文人境内的时，阿文人的领袖甲因的主人哈伦讲：大卫派人来慰问你，你想讲伊真正尊敬你的老爸哦？大卫派伊的部下来见你，敢毋是要详细侦探这个城，看要安怎甲咱征服？哈伦就掠大卫的人臣，甲因的喙手剃一半，佮剪断因的衫下半截，互因露出下体，然后赶因倒去。有人对大卫报告，大卫就派人去接因，因为因感觉非常见笑。王讲：留点夜里哥听候喙手发长才倒来。阿文人知因惹大卫生气，就找人去请伯利哈甲索巴的叙利亚人，步兵2万，甲马加王的人1000，刀笔人12000。大卫听见，就派约押带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。阿文人出来伫城门的头前排阵，索巴甲利哈的叙利亚人、刀笔人甲马加人另外伫野外排阵。约押看见伊的前后拢有对敌排阵，就对以色列精兵的中间，搁再经一寡勇士出来排阵，要抵敌叙利亚人。约押将其他的兵士交互伊的小弟亚比斯，因就面对阿文人排阵。约押对亚比斯讲：叙利亚人若比我较强，你就来帮衬我；阿文人若比你较强，我会去帮衬你。着坚强，着为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战。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约押带伊的军队进前甲叙利亚人交战，叙利亚人战败，就伫约押的面前逃走。阿文人看到叙利亚人逃走，嘛伫亚比斯的面前逃走入城。约押就对阿文人遐倒去耶路撒冷。叙利亚人看到家己杀死以色列人，就重整军队。索巴王哈代底下派人去幼发拉底河迄边调叙利亚的军队来，因就来到希兰。哈代底下的将军索法带军队来，有人报告大卫，伊就调集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河，进军到希兰。叙利亚人排阵甲大卫交战，叙利亚人杀死以色列人，大卫杀死叙利亚的战车兵700人，马兵4万，佮将因的将军索法杀死伫遐。哈代底下属下遐的王看到因杀死以色列人，就甲以色列讲和，归顺因。对安尼，叙利亚人就毋敢佮帮衬阿文人。善意对换恶意。伫即一章，咱看到大卫的好意，却换来一场战争。经文讲述阿文人的王那哈过身，大卫因着那哈过去甲伊友好，就派使臣团前往吊丧。做事过位的哈伦王却受阿文的领袖姑息，
怀疑代笔无怀好意，就羞辱代笔派来的死神，甲因的喙手剃一半，搁挂掉衣服的下半截，而且进一步集结军队。安尼的举动，无疑误是向代笔宣战。代笔王得知消息，命令约押率领全军出击。咱对经文看见约押击败阿文人，代笔后来也领军击败叙利亚人。代笔真心对待阿文的新王，无打算却换来绝情，对哈伦羞辱死神起，就破坏原本友好的关系。哈伦无想查明事实的真相，就选择听信白贼话，伫无正确的猜疑下面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带来冲突战争，造成真侪无必要的伤亡。代笔无论对内对扫罗的子孙，还是对外对阿文王，其实拢愿意用温柔的态度相款待。对方的回应态度无同，却也造成截然无同的结局。扫罗的孙米非波设用感恩的心接受代笔王的施恩，哈伦却是将代笔王的善意曲解做恶意，致使兴起战争。这种用真心换绝情的事件，也时常出现伫咱生活的周遭。原本是一件好事，却常常因为错误的解读，带来相反的结局。教会当中也是安尼，出于好意的一句话，若受曲解，常常会造成信徒之间的争辩，甚至伤害。我也捌有类似的经验，原本出于好意的关心，却互误解咧指责，进而带来无必要的伤害。善意也是恶意，常常取决伫人的观点甲解说，无同的理解会带来无同款的后果。可惜人常常互先入为主的想法影响家己的决定，就亲像阿文人的领袖甲哈伦王，因为因臣服伫代笔王朝之下，所以认定代笔政恶因，搁假设代笔的死神团来者不善，猜想代笔可能想要乘机攻打因，所以哈伦表现出不甘臣服的态度，羞辱死神，搁甲叙利亚联合招兵买马，企图对抗代笔。这真正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主之腹的做法。错误的猜测常常会影响人甲人之间的相处，这提醒咱反思，伫做决定甲回应的时，我是听趁谁的声音。哈伦因为听趁猜疑的白贼话，做出错误的反应，致到造成更较大的伤害。咱是毋是也常常容易人讲安怎就对人安怎讲，感觉别人讲的较对，欠缺家己的判断？是毋是袂记得听趁上帝声音，将别人的善意曲解是恶意，致到造成彼此之间更较大的隔阂？求主怜悯帮助咱详细观察甲聆听，无曲解别人的善意，也互咱所有的善意拢会当得到良好的回应。默想，当我要做决定也是回应的时，我会听趁谁的声音？当我要做决定也是回应的时，我会听趁谁的声音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聆听你的声音，使我智慧来辨明你的作为，也帮助我无随意猜测别人的心思，
无做出错误的判断，但求心思明辨，袂抵到曲解人的善意，成做恶意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